开始。好，咱刷接昨昏吼，1638年6月28日，有那个3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台湾，就是一只来自厦门，载有100个人，载有13担的西西，200包的空眼布，500担的白糖，8包芡茜，30箱金丝。2只来自安海，其中一只载有20个人，载有500担糖；另外一只是行李人加酒的帆船，载有100个人，200担丝，100箱西柠，50箱吉利面，50箱杏仁，100担冰糖。面对迄阵 ，Rich 号已经满载好物，派令出航以后，就出发前往日本。所载好物总价值是457000毫吨，有141担，又搁2斤的青丝。咱今读6个礼拜吼。150箱各种类的西制品，260箱砂糖，200包茶蜡，135篮茯苓甲牙灵甲是啥物件 ？GALING 伊无翻译，牙灵甲是一种食物吼，一种植物吼，一种食物。Java 人称作加瑞加。我白念的，我嘛毋知影读吼。叶叶啊，甲树根会当做正红色的颜料，色料啦吼。迄种色料嘛，叫做咖喱咖吼。OK， 好，6个礼拜咱读煞吼，6个礼9。有2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一只是对一只是对厦门来，一只是对烈士来，载有200包米。一只帆船是航转去西南，载有80个人，载有6婆。6月30，咱甲6月头煞吼。有一只帆船对厦门来台湾，载有400担糖，50担乌糖，100包米；还有一只是对烈士来，载有150包米，载有30个人。好，七哥吼，咱读七哥进前，我甲各位推荐一本日记吼。这本是你即马我即马咧读的这个台湾日记。知识库吼，这个网站顶头有一本日记叫做《驻台南日本兵日记》吼。当然这就是拿伊标题讲的吼，就一个日本兵来台南遮，伫遮住伫遮嘛吼，驻守伫遮1年，所以我毋知是毋是1年啦，但是伊这本日记是写1年啊，拄好1年。敢若写1年的嘢安尼吼，我看伊诚骨力，逐工有写吼。为什么我推荐这本互你看呢？就是这本其实是，当然原文是日文吼，伊有甲原文列出来，伊下底有翻译，伊翻译成台文吼，是汉语台文啦吼，毋是罗马语吼，汉语台文。所以你若有兴趣学台语，其实这是这本日记最好的吼，就是因为伊用台语去翻啦吼。另外其实我对这本一直就有兴趣，只是无时间去读啦吼。就是另外就是讲，我有甲闲1-2工尔吼，头正月初1、初2、初3安尼吼，伊对正月初开始记起1904年记1年吼。头前迄两工我看伊。写足侪台南伊经过的所在，伊去过台南，比如讲啥物，行过对一条街仔路吼，伊拢会写出来。
所以你若对台南有概念、有熟的吼，你看即本应该足亲切吼。我来看伊正好找伊讲几条路。当然，你若看有日文的，你现日文啊，我无法度吼。所以我拄则问玉文，伊若有兴趣当来现日文版吼。当然，这是迄当阵的日文啦吼。所以迄个卡那拢写片假名吼，卡达干呐。譬如讲讲个找讲9点顺路市街，伊就要搁去顺路呢吼。对安平街道经过顶看西街、下南河、南市、北市、外经后街，通过大西门行武馆，直到草花拍蹄街到岭前街，早点规堆写报告吼。安尼你敢若伊安尼写伊所行过的逐条路拢写出来吼。内底写足侪所在，足侪你若对台南有熟的吼，应该拢知你讲啥物吼。来，我搁念一段，这是讲个出吼，讲5点外甲塔卡哈市做伙离开吼，对大西门经过画街，就是做画仔吼，阮叫做画咱的南部台南人叫画仔吼。经过画街到岭前街，5点45分归队赶紧食暗顿吼。6点15搁甲塔卡市做阵对清水桥落去顶看西下南河到南市街，伫街顶踅基楼吼，这应该是艺基啊吼，我毋知，我看嘛，基楼是啥物？南市街的代座夫吼，代座夫啦吼，就是有侍女陪侍的这种料理店吼。讲伫街顶踅基楼佚佗吼，看到一个人叫做安吼，也看到一个人叫做焦上鸟吼，三友亭、三用楼、柳屋，拢有人去看一个。讲到几啊间，这歹势，这毋是人吼，像安啊、上鸟、三友亭、三用楼，这应该是店名啦吼。OK。好，所以你若有兴趣，你会当现即本吼。我来读一工啊，较倒的吼。正月3号吼，正月初3，早起6点40分起床，7点食早顿，早起乌音写日记。我伊拢汉字台文汉字写吼，所以我读啊足轻巧的吼。我9点塔卡市来宿舍开讲，今仔日着徛卫兵啦吼。9点半搁去休困，10点半塔卡市甲八叔另外一个人尔来叫我吼，讲鸡肉煮熟，麻糍也煮烂，我着起来食。中昼搁食饭，1点半接受检查了后去旅团吼，去旅团当值司令部卫兵，甲小野73郎替换无严重。2点50，第12大队的书田大会来巡查，无异状。5点半食暗顿，因暗梦真高真艰苦，搁腹肚痛吼。暗时去3摆便所，10点40，山村小会啉酒醉，搁来巡查。下暗较凉，日是真热。今仔日有云热天，日头较薄，温度约78度。伊拢写迄个 Fahrenheit 吼，但是可能迄个翻译的人有甲注记讲是Celsius 25度啦吼。坐伫椅头啊困到2点半，才入去房间，其他无事。这是可能我读的这篇可能上无聊，拢写伊家己今仔日做啥物代志吼，连食歹腹肚去便所去3遍拢写吼。所以你有兴趣，你再现即本驻台南日本兵日记吼，伊是原文是日文，有附伫顶头看会到吼，你再对照吼，下底是台文吼。
啊，你若是台南人，当然你看即本，我相信你会对你来，我讲台南人是台南市啦吼。府城人吼，你若是府城人，你看即本绝对是对你一定会感觉足亲切的吼。好，咱搁继续转来咱遮啥日子吼。我一定毋知影讲咱内底敢有台南人。OK， 有才甲我举，会得甲我举一下手好无？因为我明年可能会去台南佚佗吼，台南高雄。好，6个，好，咱7个吼。拄则是读到几个，我煞袂记。哦对，嘿，咱6个读煞啦吼，1638年6个读煞，继续来读7个。7个岁准主石心带伊的旁船对安海来台湾吼，再有100个人，包括商人甲船员，所在号码有100担青丝、100担黄丝、11000匹白色西菱、10000匹白色的吉利面，其中有寡红色的吼，7000匹的大鹅含细镜菱，1500匹白色丝质布丝，50包白色含原色空眼布。数定黄金其数量未详，数量毋知影对啦，黄金数量毋知。好，7个初6，7个2、3、4、5、6日无重要的事，也无准假出入。7个初7，这为虾米这个热天生意若遮歹？因为咱对5、6、7这几个。读起来拢无，有小细只船啦吼，大船无啦吼。敢若顶回有读过一只大船吼。7个初7有一只篷船对苏帕这什么所在？绝对无注解吼。来入港，对苏帕来入港。再有25个人，520担糖。7个初8。加科姆的篷船出航前往小琉球，带粮食和衫裤吼，要去互阮伫遐的驻军。另外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芒港，再有9个人要送粮食、薪水去互遐的士兵。又搁另外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烈士，再有32个人，只敢若再有地层门。相对呢，有下列3只篷船对几啊地区来到台湾，一只是对安海来，再有空白，毋知几个人吼，再有600担糖，一只是对规定来，规定啥物所在？规定，伊是写原文 KOETRNGH 是，下对主角写讲是福建省旧镇，有啥我直接写旧镇吼。好，伫这是读做江浦的吼，江浦的东南，漳浦东南，再有1000担糖，35个人，一只是对芒港来吼，再有西龟，7个初9，有。下列个篷船航回西南沿海，就是4只前往烈士，再有133个人，其中一只载有40担咸鱼，其余3只无载荷，2只前往厦门，再有83个人无载荷，只敢若地层门，2只前往金门，再有51个人嘛无载荷。相对呢，有4只昨昏出航。篷船又搁转来入港，因为惊天气要变歹。7月10号，
OK， 无台南人啦吼。拄则我问的时阵 ，JR 和嘉江兄恁也袂入来吼。我毋知恁是毋是台南人，恁有兴趣早去即个台湾日记知识库内底有一本日记，叫做《驻台南的日本兵的日记》吼。1904年写拄啊好一档吼，内底足侪台南的所在吼，所以你若有兴趣，让你看吼。对，尤其是你若是台南人，看应该足亲切吼。已经是120年进前写的吼。好，7月10号，7月10号，平地船Dan Arthur 号趁着陆风出航要前往日本，载荷总价值是578000豪吨吼。万能的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迄寡货物有170箱，又搁72篮各类试制品26桶，重6639斤的中国丝，150包麻丝，195箱，又搁胶囊，又搁17包的毋知啥物件吼，空白14000匹的 Lankins。315包空安布，33桶水银，400捆白蜡，50大箱，又搁179小箱的，毋知啥物物件。会对写一个汤里吼，4捆毋知啥物泡，但是有写一个鸟啊吼，鸟仔泡吼，拍一个 question mark 吼，一箱杜话吼，一个4角形的箱仔装。198支橡皮，80包粗麻布，用空白毋知啥物物件包装，400捆的绿皮。今仔日新仔商人吼，韩湾或者是个另外一个湾，毋是韩湾以及公司的另外2个翻译员，空白和杰科姆，陪同2个运师。旁船的船主由所有新仔商人授权来阮的办公室问阮讲，阮是毋是无现款通支付因所载来的新仔货物？问讲阮是毋是愿意甲即件事甲因讲吼？对此阮用一个adverb 叫做圆滑的，我毋知要安怎翻译吼。对此阮算。圆滑的吼来回答因的话啦吼。阮现款无多，而迄寡现款又搁必须要留落来支付糖。若是讲生意人恁愿意接受阮的商品，阮有真侪胡椒、丁香、豆仔、二茶、儿茶啦吼，二茶这是毋知啥物件吼，年香。木药、橡胶、盐、红色的大香木，木药再墨药啦吼，红色的大香木、树木甲其他商品吼，安尼阮就会当支付大部分的货款，其余的就要请生意人恁吼，必须要等到对日本搁运现款来，才有法度通支付。对即寡所欠的货款吼，阮愿意支付。50吼，就是利息啦吼，1%半吼，1.5%啦吼。对此，因回答讲无法度接受，因的主人无法度无授权因来接受遮尔低的利息吼。伫无法度支付货款的时阵，因只敢若会当接受3%的利息吼。若无。免犹豫吼，因是绝对袂去收买即寡货物吼，而去从事其他航运的生意，就是袂去买即寡货物，会去做别的生意啦，袂来安尼做吼。因此，请阮考虑，若是阮想要进行新仔的贸易，就要设法留条生意人，若无，因的主人就会被迫做其他决定。阮甲因辩驳讲，所提的即种因所
因所要求的这种利息啦是，毋是，阮所提出的这个利息是合理的哦。因所讲的是全世界拢无通哦，而且阮是绝对袂同意，因为阮无法度阮的主人含上司顶司来交代吼，所以呢建议因要做出无互因主人的偏见所局限的决定，就是莫讲照因主人的意见行啦吼。所以呢，因就告示要去生理人来报告这个经过情形。真厉害吼，荷兰人无钱嘛，听去做生理吼。7月12日，有下日的澎泉项王是哪几啊所在？就是4只前往烈士，即敢若在地村，再有104个人，2只前往厦门，其中一只载有35担咸鱼，另外一只无载好载81个人，有一只是前往金门，载有19个人，即敢若在地村。7月12日，马文，佮甲你想煞佮甲你讲一下，拄则我有即讲第3遍吼，就是你若有兴趣，你当去看驻台南日本兵的日记吼，伊内底是顶头伊是伊原文是日文，下底翻译是用台文翻的吼，汉字啦吼，有兴趣你再去看吼。讲煞搁一个礼拜吼，但是即位我毋捌的 Justin 吼，欢迎你啦吼。OK， 咱继续读吼，7月12日还未读煞吼。毋是7月12日，有3只澎泉无载好航回西南沿海，就是2只前往厦门。载50个人，1只前往烈士，载14个人。今仔日有下日的6只澎泉对几啊所在来到台湾，4只对烈士来载95个人，一只是载有157包米，第2只载100包米，第3只载150包米，第4只载100包米。一只是对厦门来载75个人，载有400包空安布200担糖，以及一只是对平湖来载有12个人。今仔日是哪生意人含公司的2个翻译员来拜访阮吼，伊过来啊吼，过来开始咧瞧吼，因嘛带2个是哪船主和3个对沿海来上主要的是哪商人同齐来吼，即寡人拢已经数次运因的商品来过即个所在，来过台湾遮吼，因介绍迄寡人，并且讲因真伤心来见阮。因为对韩元以及迄2个船主的报告来知影讲台湾遮无现款，因此无法度支付所运来的是哪商品，并且提议讲只敢若肯支付月息1.5%吼。对此，因无捌怀疑过，阮会提议支付3%以上的月息，互因得以有力量去整合吼。我想即句话应该是讲，因相信讲荷兰人应该会付因3%的利息，吼，互因会当去整合吼。即嘛呢，真艰苦来听着，真艰苦心来听着即个无共的情形吼。但是因为即个提议会互因的主人陷入真大的损失吼，理由就是因是安尼讲吼。因的大部分的钱是伫咧西那伊利息、月息吼2%半和3%所带来用的吼，安尼因的主人就无法度支付贷款吼，所以因以所有生理人的名义来请求，互因甲运来死制品，搁再运转去。所以毋是干那荷兰人安尼尔吼。是哪生理人嘛是安尼，借钱来你做生意吼。
OK， 但是因的利息较悬吼，伊讲2%半到3%吼。所以呢，因着以所有生理人的名义请求，互因的主人会当按照需要来，互因甲所载来4到10片，会当佫运转去载转去啦，无紧做成，无紧卖你啊，对啦吼。以便伫日本运现款来到了后，再由上述因的主人派因的上货前来处理吼，派因上货再过来了吼，有钱再过讲对啦。或者是由因的主人按照需要另外来处理吼。阮回答因讲，阮无得到总督阁下函当一度议会授权去强迫生理人。如果因若要载转，甲因的物件载转去，阮袂当阻挡伊吼。如果愿意甲因的货物卖互阮，就甲货物留落来。阮认为讲因安尼做对因的主人是上有利益。阮如上简短来答复了后，因就讲，若是阮毋愿支付比1.5%佫较侪利息，安尼因甘愿离开吼。而且愈紧愈好吼，愈早走愈好啦吼。所以为了重要理由吼，这伫以后报告再过来讲吼。理由伊伫这遮无写吼，为了重要理由，就是互因希望讲，就是要互因希望，所以安尼讲吼，甲因讲，阮会含议会商议，看是毋是会当增加做支付3个月的2%的利息。对此，因嘛毋肯同意，所以就请因转去好好考虑这个提议。我把它看了吼。7月13，今仔日有迄个4只帆船对几啊所在来到台湾，一只是对洱林来，再有2000张落坡，再有16个人；一只是对芒港来，再有3000个鞋啊，鼎啦吼，再有25个人；2只再有39个人是昨昏出航，今仔日又过来入港。主要讲画巴拉肯吼。即句话应该日本来啦吼，但是我袂记是啥安怎写吼。7月14无重要事，也无其他帆船或者是其他船只出入。7月15，商人函员吼，佫是迄个函员吼。第3遍该动上述生理人和翻译员吼来拜访阮，因伫咧本个月12号捌来过阮的办公室吼。因讲，是哪商人对阮毋肯为因的资金支付至少2%利息，感觉无欢喜吼。以早张官普特曼斯阁下听候船只对日本前来时，拢会支付因4%的利息，用来鼓励因真侪送交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贸易的丝织品，转过来遮来交荷兰人贸易。即嘛货物遮尔丰富载过来，所以递交荷兰人敢若已经足亚线即种贸易吼。计划要互其他人的开销吼，花费窒息耗尽，就要互其他人的开销搁较上重吼，开互答案就对了吼。即嘛毋肯支付2%以上的利息，互生理人不只爱因为每个月损失损失0.5%，就是一个里尔。哇，什么意思？0.5%一个里尔吼，抑佫需要伫伊讲0.5%就每个月损失0.5%，就是一个里尔吼。抑佫需要伫上述3个月静静留踮遮吼。互因又爱佫增加真侪开销甲面试的费用吼。相对呢，若讲会当用现款支付上述的生理人，因着伫即段期间，抑佫会当伫阮派船前往日本以前，
运河来回搁一抓吼。阮回答因讲，阮奉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命令，不得超过所有合理的贸易，也袂当支付搁较悬的利息，因此对此无理由来嫌啦吼，来踮遮甲阮嫌吼。而且若是愿意接受用商品来支付货款吼，也着毋免延期付款吼。就是你若会当摕物件走，着做恁摕去嘛。现在着会当支付吼，什么着会当摕物件你着会当摕去吼，免等吼。因回答讲，若是阮愿意甲护照以希腊人伫咧巴达维亚收买的计数，就是一担12尔卖互因，安尼因着毋免阁考虑，着会当接受，绝对是计数压就低啦吼。阮着反驳讲，爱搁较明白一寡吼，是恁目睭闭较紧的吼。公司为着要运输即寡货物，必须承担搁较侪的冒险，开销偌侪开支吼，来支付伊的人员和因的费用，因此无利可图啦吼，是做袂到啦吼。阮也未计算为着保全迄寡商品而维持军队和建造遮尔即个雄伟的城堡的费用吼，意思讲这拢是开销吼。就是恁伫咧巴达维亚买的，和伫遮买的，伫台湾遮买的开销差伫对，差伫讲欢迎甲你运来遮台湾遮吼，所以这拢是开销，这拢成本吼。不如个，若是讲愿意以每一担16里尔吼，所以你看，就是钱的问题尔吼。计数讲若会好都会使吼，每一担16里尔，伊拄仔开价是一担10里尔嘛，然后16里尔吼，就像阮最近所出卖的计数吼，甲阮所有的护照买来，用来支付迄寡大部分的希腊货物，就会当运往日本，安尼。阮愿意，虽然讲安尼是违背命令啦吼，阮愿意加支付一寡利息。对此，因讲无即个勇气，因为护照伫咧希腊一担才12里尔，就会当买会着啊吼。我头壳歹去，你家己买16里尔吼，这是无讲啦，我甲你讲。而且因为抑阁会有希腊人的篷船对巴达维亚、对北大年甲其他的所在运转来吼。所以计数会搁较降价，所以因着试行讲要去和生理人小参详一下，因为阮因保证讲，今年迄3只所期待的篷船对巴达维亚袂早超过5000担护照转去希腊吼，因此会有好市场啦吼，计数应该足好啦。恁考虑看觅哦，真甲看了人家像日子学做生意吼，你看就是爱安尼吼，一来一去，这我实在无法度。7月16，今仔日有2只篷船，看一下时间，无记时间。今仔日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吼，所在人数甲货物如下吼。一只来自沿海载80个人，载有100箱西零，100包空眼布，100捆灰仔，300担糖，一只对历史来载45个人，5000个虾，70包米，13支条啊。坐迄只篷船来的希腊人讲，因为天气足歹吼，所以捌伫咧片湖停留3天。伫迄个期间有听见，或者是有看见一只，或者是侪只荷兰船，无可怀疑吼，无可谣疑啦，就是讲迄一定是边队船电奥特号伫咧本国去出航前往日本吼，冒着暴风驶离陆地航往海上吼。7月17，有一只篷船对芒港来到台湾，载有空白毋知几个人，载有2000个虾。瓦片吼，遐7月18，对一只对
广东运汤来的芳船的船员听讲，马卡奥的葡萄牙人试你要阻止规个要离开马卡奥前往安海的负责的希腊人，挡无互因走啦吼，欠钱吼。当迄寡葡萄牙人听讲因要离开的时阵，就去攻击迄只芳船，爱因用所在航母来担保行效吼，歹势。因的用意是讲要去直接处理迄寡债务，并无恶意。即个债务伊有写副原文叫做 "The Iron Independence Spelling"， 直接翻译是讲伫个煎锅上面吼，伫个煎锅上面生鸡卵，意思就是直接处理、及时处理啦吼。那是互咱的 idiom 就对了吼，要去直接处理迄寡债务啦吼，就是现煎就对啦，鸡卵现煎吼，并无恶意。伫迄只芳船顶头有超过60个希腊人，因毋知影即个债务问题，看到迄寡葡萄牙人要来攻击，也着采取防卫抵抗。葡萄牙人了准讲对方是有敌意吼。所以就屠杀了差不多70个广东人，只敢若有2-3个上水逃脱。葡萄牙人并毋知影讲因逃到广东上岸，去广东的军门控诉即项代志，扩大渲染吼，渲染即个我嘛袂晓讲吼。台语是安怎讲？还是我一下袂晓讲吼。并且讲，因嘛拍死规个葡萄牙人，这就真奇怪吼。伊注脚是安尼写，国号内底安尼写讲，这真奇怪。而且甲即个暴动，甲因讲甲非常的激动啦吼。应该是即个甲军门讲甲非常的激动啦吼。军门就即个马卡奥长官宣战，并且毋但禁止伊的辖区，而且禁止属伫漳州岛野辖区的南京、安海以及其他地方的任何希腊人用因的芳船载荷去马卡奥附近，违者处斩。货物没收。葡萄牙人即个商分爱开偌济金钱来弥补犹太时间分晓吼。任何人听了这好消息就对了。好，7月19，快艇阿克斯路号对巴达维亚来到台湾，是本年6月16号由总经理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派遣出航吼。这只船叫做阿克斯路吼，载有以欧洲货物为主的总价值172000毫吨的货物，以及一寡其他货物，爱经由此地，就是经由台湾前往日本，并且命令爱伫个此地加装丝和其他货物，因此遂派3只篷船含阮的迄只大的小船，运一批丝和麻丝去个船顶，以便来装运即寡货物了后，会当继续航往日本。对总经理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来批，总督因为由国号，即顶会讲过吼，讲即总督吼，安东尼奥万戴蒙吼，阁下还佫伫个安汶即个所在吼，顶会咱有看安汶伫个印尼迄个一寡大岛的中吼。对因的来批知影讲，比对船布鲁克号啦吼，布鲁克号改动阿克斯鲁号对阿克斯鲁号，就拄则讲的即阿克斯鲁号来到台湾之啊吼，讲布鲁克斯鲁号改动阿克斯鲁号对巴达维亚出航前来此地，方面爱经由港南去甲所有公司的人员对遐带来此地，因此该便对船以及伫个6月13号对祖国来到巴达维亚的大船斯沃号，可
可能会伫咧3-4天内会来到台湾遮吼，祈求主宰的上帝，互因伫咧短期间来到台湾。7月20。快艇阿克斯路号装211担又搁92斤的白青丝含5000匹的麻糬，合计是11万毫吨，11万6千毫吨，就出航前往日本。然后一只篷船载着24个人出航前往历史，无载好物。今仔日含完后伊搁来吼，这是第几遍啦？第4遍吼。翻译员和迄3个希腊船主第4度前来见面，因声明讲，因准备以每一担15里尔半，15里尔半吼，本来是开价10里尔吼，即嘛荷兰人16里尔，伊搁甲抬半里尔吼，就是爱甲抬一底下才会爽就对吼。因准备以每一担15里尔半的价销卖2500担护照，若是村内所欠的货款，会当以月息3%收出3个月的利息。安尼，即个办法，就是讲附带条件啦，就是你爱互我纳3%的利息，纳3个月啦吼。若是即个办法袂当接受，因嘛愿意接受2%半的月息吼。家己先摕出来讲，啊，即荷兰人绝对是甲你摕付2%半，但是呢，无收护照，就是2%半，就是无收护照，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商品支付贷款，支付货款吼。因为因讲已经知影，因为有3只希腊人的篷船对巴达比亚转到希腊遐吼。护照的价销伫希腊已经降到每一担11两半，这毋是里尔吼，11两半。阮又搁反驳讲，护照根本无问题，因为护照伫咧祖国会当得到非常大的利润。这祖国应该是讲荷兰啦吼。即嘛若是为着要收买因的货物，虽然对日本市场有路用，为了要收买因的货物，结果甲护照减价用来支付货款，用来赌货款啦吼。剩落货款还搁爱纳利息，安尼阮就无法度总督阁下含当落去话来交代。仓库里有真侪利用货品，即寡货品至少嘛会当用来支付迄寡货款吼。因对此就毋肯阁讲啦吼。因为因对此是永不同意吼，永远袂同意。迄寡生意人，就因为安尼，就是细声踮遐咧念啦吼，细念吼。因为讲，阮是企图，阮暗算要强迫因来买迄寡商品吼。用希腊话来讲，就是因尽后悔吼。车主用篷船伫咧利林附近被暴风吹扁去吼，真恶阁去保护迄寡损失啦吼，实在无应该互伊载着因的尸甲尸制品去日本吼。因本来希望因的主人会当以情礼，就是用赠送礼品吼，搁来疏通大官，像以前所讲过安尼，用来继续来台湾贸易。也毋过现在因公开讲，因将袂阁插即项代志，一直到甲因讲，阮的主人要用因家己的资金来和因交易，无欠现款，或者是除非愿意以公道的价销来交易。哇，即只讲甲落长，尤其是对即加州的用客船，加州的篷船伫咧里因，叫暴风吹扁去即段，其实你讲啥，我看无吼。一直到甲因讲，阮的主人要用因家己的资金来和因交易，无欠现款，或者是除非伊愿意以公道的价销来交易。对此，为着要互即项代志告一段落，阮和即个议会就决定甲因讲最后的意见，就是讲，即寡生意人若要用即3只
旁船所运转来，运迄个2500担护照转去，来拄阮所欠的一部分的货款吼。此外，也必须要卖所有的现股位，这是啥物件？现股也 HING 哦，吼，也写做现 HING， 也是嘛称做阿萨佛费蒂达，就是阿位即个迄个姓位的迄个位吼，位定调，一时想袂出姓位，姓位啦吼。位这啥物件？毋知兴国吼，是一种有强烈气味的树胶，是一种对破树的食物，叫做阿萨多西斯的树菌所做的吼，叫做位吼，兴国。我咱等下日记者讲，即寡阮甲因讲最后意见，就是讲即寡生理人若要用这3只旁船载2500担护照来拄阮所欠的一部分的货款，此外另外也必须要买所有的位吼，木香甲一批烟吼，即嘛佮你加开一寡条件吼，若佮爱买护照爱佮买一寡吼，位木香甲烟吼，共款是做拄一部分的货款吼，剩的所欠的货款将会用2%半的月息支付3个月的利息吼。所以你看因基本上因的做法就是安尼吼，你甲我开一个价，我甲你抬一滴啊，另外佮甲你加一寡条件，就是讲我赞成你即个条件，但是我佮加一寡条件安尼。好，所以各位学起来吼，毋通直接甲讲 no 就对啦，免直接拒绝，你就讲好，你若要开这条件，我另外爱要求你佮做一寡代志安尼吼。各位甲学起来，这实在足好的即种negotiation 的方式吼。所以即寡村内欠款呢，阮就会写正式的照据来交因吼，因就必须要伫咧3天内来答复阮。若是毋愿意接受即个条件吼，愿意无愿意吼，是毋是愿意接受即个条件？因就告时讲，因伫咧倒期来决定吼，所以因袂你看，无随决定讲卖啊卖吼，阮等去参详者再过来吼。哇，实在是厉害，即寡人，我真正无法度安尼。来去安尼，拢袂嫌忝。7月21，搁10分钟，咱搁继续谈哦。7月21，昨出航的一只旁船，因为天气足歹，所以又搁转来入港。哇！我看这我实在是感触足深哦。我平常伊太阿萨伊个吼，拢袂含人当画巴拉克。7月22，因为昨昏含今仔日有强烈的暴风含恶劣的天气，所以有一只对芒港前来的舢舨伫咧北山尾附近平船吼，地高有一个西那人淹死吼，因暗有一只西那人的旁船对西那载300担糖来到北山尾附近吼，也遭难咯吼。不过人员拢得着救吼。今仔日含过来啊，含上述的生理人又过来见阮吼，应该是第5逝吼。报告讲，因还阁袂当完全同意阮的提议。来，看啊，不离个，因将会开始来考验迄寡粗货，譬如讲空眼部、经济等等，用来支付将会接受下个2500担护照和一寡其他的商品。这是啥物意思？意思讲，我阁加买你一寡物件啦，加买你一寡粗货啦，空眼部、经济啦吼。来拄迄寡因会接受的，我会甲你提2500担护照啦，但是你还阁加买一寡对啦吼，有无？你看过来啊吼，哇，真精彩！
7月24、23、24无特地记载的事，也无旁船或者是任何船只出入。7月25，我一惊佫读着这个，等下来去。有一只旁船对广东飞来到台湾，载有20个人，200担糖。今仔日有4时的西南风，7月28。这几天26、27、28吼，这几天拢无用你收买上述的西南人的撮合吼，意思就是接收啊就对了吼。偶然听讲，迄寡生意人也毋同意交出迄寡诱惑吼，敢若肯卖即寡撮合互阮吼，来赌即寡好少的。好，但是呢，韩元认为讲。迄只是也无人愿意第一个交出来吼，因此因还佫需要时间吼。意思讲会啦，但是即嘛袂爽，大家俗毋情愿啦吼。7月29也嘛无重要代志，早起有东风，下晡西南风。7月31，7月30、31无重要的事，早起有东南风、东南风甲东南东风，下晡有西南风甲西南西风。8月初吼，咱7月读煞吼。8月初风向多变，要暗嘛有西北风。8月初2，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厦门，载有空白50几个人。再有80担护照，今仔日有4只篷船对几个所在来到台湾，一只对金门来载28个人，50担糖；第二只对蒞林来载有4000张落泡，35个人；一只是对澎湖来无载好。伊讲4只，对，因为2只对蒞林来。8月初3。看见南方有2只篷船，到要暗的时候，因方向多变，因无法度来找无适当的所在停啦吼。所以阮深深仰望因是9号，就是等足久的迄个巴达米亚的大船苏沃号和边队船 Breakthrough 号，因为无所在人停，因无法度人看，无法度知影讲是啥物船，看袂出来。8月初4，快艇 Bremen 号和 Waterloo Wolf 号来到台湾，是伫咧昨昏看到就是昨昏迄2只篷船嘛，就是这2只吼 ，Bremen 号和 Waterloo Wolf 吼，是对东京的顺益航道前来处队吼，东京是越南吼，越南东京，无看见着人，因此无所作为，只敢若看见海南岛。今仔日有西风吼。8月初5，有东北风，有8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无载出啥物重要物件。8月初7、初6、初7多变化的风，又搁看见2只篷船，也有一只篷船是对福州来吼，载有西南麦酒甲米。7月初9，还是8月吼，8月初8啦。下设商务员 Martin Wesley 已经伫咧卑南待一段时间咯。今仔日改动空白 run out， 改动猫咪人然后空白后壁有写一个 run out， 可能伊的名啦吼，讲。由决河社讲是卑南的贵族吼，就是该当即个卑南的贵族，由伊的随从12个人陪伴来到台湾，要来缔结合约。今仔日边队船 Breakthrough 号吼来到台湾，伊是该当快艇 Oxley 号同齐对巴达米亚出航，经由广南前来台湾。伫广南遵照总经理和东印度议会命令。甲伫遐仓库所有要运往日本的货物拢装上船，
伊的政界总额根据商务员 Abraham Ducker 的送货单是49000号吨。上次的平地船 Break 号伫广南和台湾的途中，有遇到大船苏澳号。迄只大船是伫今年6月22号开动篷船 Delph 号对巴达维亚出航，要直接航来台湾遮。迄只大船后来开动即只平地船当行，做伙行，但是因为无风，佮阵风，还袂当到台湾。对总经理阁下甲东印度议会所写予阮长官阁下来批，以及该船所带来销单甲送货单，知影讲，即只船所在货物总价值是45000号吨，有各种商品甲物件是去年伫巴达维亚采购所采买8个吹到，剩3分钟，好，吹到头煞有东南东方有一只载有地层软的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假设就是 suppose 假设大船苏澳号若已经到平湖，就要甲迄只苏澳号要载往日本的货物，用2只快艇和几只篷船运载去日本转赠互伊就是讲假设啦假使讲大船苏澳号若已经到平湖，阮就派规矩，阮就派一寡船载物件，搁去遐装啦莫搁去牵着，莫搁等伊来好，剩2分钟我看一下笔记咧OK， 乃至问讲货款是按怎念啦乃至可能毋知我新竹人阮这是老全腔啦阮讲货款恁讲火车，阮讲货车所以阮的发音是安尼所以恁讲货款，阮讲货款我一直拢是用我家己的腔口咧念啦OK， OK， 开讲尔我看一下时间，剩1分钟，8个吹十，看卖好，1分钟6。8号吹十，篷船 Delph 号来到台湾如上所述，伊该同大船苏澳号对巴达维亚前来处队途中被吹离该大船大船还未到，一寡细只船拢到好，咱读到遮啦8月10号，后日咱再搁继续读我家己读啊足欢喜，足趣味的我毋知影你听了有趣味我是感觉足趣味的看因咧做生意，来去去安尼来去去，真趣味拢袂忝我是看啊足忝，我读啊足忝的，拢袂忝你细了的时阵，加较趣味。好 ，OK 好，安尼咱读到遮啦后日咱再搁继续，好，多谢大家好，多谢大家。滚棒。